这个社区啊，曾经就是因为当初是拿设这个5分仔车店来欢迎，就是讲做闹热的嘛，对吧？火车即马无咧开了嘛，伊当初是这个火车是咧载甘蔗，甘蔗，做糖的甘蔗，对对，咱北港有糖厂，啊，伊会去载甘蔗去北港制糖。哦。啊，即马无咧开了，全没落嘛，较无人来了，对无？啊，所以咱这居民嘛，足希望真正的火车，有一天会倒来。所以真正火车倒来，伊就袂行伫这个马路，互恁来堆咯，恁来堆铁枝啊咯。哦。啊，所以话，才有一句话来，这其实吼，这嘛是一首歌啦。你敢袂晓唱？我唱歹听，安定唱较好听啦。我这是来面豆就好啊。我是听我嘛我歹听袂。你这个后大家去，若是火车倒来的时阵，伊会带来旅客。升机，就闹热嘛，对无？啊，大家会使感受是啥物物件？台湾故乡人情味啊！哦，这条曲吼，足歹学，我学100遍，到这嘛学袂起来。我拄则有唱，我唱互你听。我来再教你一下。那是火车已经到那是快点，卖我白笑，过来。那是火车转来时，带来旅客甲升机，大家感受是啥物？台湾故乡人情味。对啦。